乡亲后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空军国发生战机摔落海的事故。这是一台幻象2000战机，昨早10点对台东这项基地起飞，却通报战机有故样要飞回去，严过飞官伫11点26分就启动逃生的弹射，赶紧是派乌鹰直升机去救人，加载人平安，无生命危险。空军有证实讲，幻象2000战机确实是出问题，会先全面停飞，启动检查。救护车甲患者载来台东马街病院，倒伫两桥顶悬的是墜落海幻象2000战机的飞官中校魏仲凯。甲送到病院的时阵，伊要载人，经过各项的检查，目前开后的情形是无啥物大问题。不过伫吊挂甲救起来的时阵，那像是啉到海水小可砸到。至少会观察48到72小时左右，对，因为主要是担心肺部会有后续的影响，因为主要是海水啦，海水可能会甚至一些高渗透压啊，或是一些里面有可能一些微生物、细菌的。一名飞行员于台湾时间早上11点25分跳伞。新竹空军基地幻象2000，10时早起10点08分，为台东这项基地起飞，执行例行的振奋任务。伫空桥通报机械故障，要飞回来。煞伫11点26分，伫这项基地南平10海里的所在，讲要弹射跳伞。空军接到通报了后，随派乌鹰直升机去现场救援。在海域内搜寻幻象2000。台东海巡队是为成功港紧急出勤，开始伫海边敲找，加在伫12点06分，乌鹰直升机甲人救起来，送去病院观察。空军证实，这个是因为幻象战机机械故障，天气的状况有符合训练的标准。迄当阵飞行的高度差不多2000尺，会当跳伞。魏仲凯通报了后，就随跳伞逃生。空军讲，伊面对危机的判断是值得肯定的。建议的跳伞高度就是在2000尺以上，所以他在跳伞的时机完全把握是正确的。决心下达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充分准备的情况之下，完成跳伞的动作。有风声幻象2000墜落海进前，是咧做驱离中国军机的任务。也若空军是飞回讲，伊是咧做战训合一的任务，嘛宣布针对幻象 M2005型的机型，会先全面停飞执行天安特检。幻象机对现在的整体妥善率的供需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外界烦恼讲，幻象2000若是停飞，恐惊会影响空防警戒任务。针对这点，空军回应讲，空军的兵力是统一指挥，集中利用。原本幻象2000负责警戒任务，会暂时交予 IDF 甲 F-16来负责，有法度来应对中国军方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是甲法国买60架幻象2000战机，对1997年交回加拿大。伫咱台湾已经发生7架的事故，目前战机剩54架，而且幻象2000维修的费用嘛真贵，各项这机作战能力欠点是袂少。有专家即马是建议讲，应该找别种战机来替。就是幻象2000战机发生机械故障墜落海意外，飞行员有顺利跳伞互救起来。这嘛是最近空军飞行的事故内底，少数飞行员有救起来的案例。专家认为讲，这个失事会当平安转来主要原因是飞行员操作弹射座椅流程有标准，这嘛要配合司机甲战机的情形，若无风险是真大。思考整个判断，整个飞机的操作是正常的，他才有在正常情况之下拉射、弹射头柄，然后顺利弹射跳伞离开飞机，然后到海上的求生他也很落实啊，所以他没有伞衣罩领，他人跟伞分离，他都有做操纵嘛。张元定认为讲，目前空军已经伫替换新的弹射座椅，这确实会当增加飞行员的存活率。也若幻象2000的战机，嘛互合作是法国贵族，一架都要13亿。台湾甲法国买60架。1997年小联线送来台湾，到达差不多20多年，不过煞承载出问题。也显现出幻象战机的确可能在我们的现在的后勤补给上来说的确是有点压力过重，然后或者说是的确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得到或者说在这个后勤妥善率上来讲，的确是有值得空军注意的地方。其实幻象2000伫台湾真正捌发生过6架事故。1999年，迄当阵的2个飞官跳伞有互救起来。伫2001年、甲2013年、2017年，拢有发生事故，计共有4个飞官殉职，6架战机乌有去，目前敢若剩54架。幻象战机敢会当维持战力，嘛引起大家讨论。
霸方提供的这个报价太过于高昂啊，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够负担起的一个价格。所以幻象2000战机其实跟25、6年前呢引进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既然我们引进了66架新的 F-16 Block 70战机的话，就必须非常认真思考幻象2000战机未来在我们中华民国空军的使用存续状况。幻象2000伫咧做空袭对空袭的作战、反舰攻击、甲防区外口攻击等等的任务，以目前来看，生存能力是真有限。加上维护的成本悬，真正有美国的军事杂志就建议讲，台湾会当甲幻象2000的战机卖给印度，一方面会当补贴买军事用品的成本，也若印度嘛会当扩大幻象2000的战队。不过接下来发展并无进一步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国军一天是发生2战故乡，除了幻象2000战机摔落海，伫台南空军基地嘛有一架 IDF 的经国号，昨早在训练的时，要降落let那雪暴风，害战机掉伫跑道。因为轮刹系的故障，落地之后，轮刹器的故障造成两个主人有瘪气的情况，但是目前故障都已经排除了。这样的故障并不会影响到飞机本身的妥善率，也不会影响到相关2连队的相关的飞行训练。空军是证实讲，是let那内底压力无够降落的时，let那的打动系统故障，加载嘛是飞官即时处理人平安相关的问题，会彻底做检查。国防部昨暗嘛发布中国军机的动态。昨昏1时的时，计共有13架中国军机侵扰咱的西南空域。昨早11点半，咱的战机摔落海，过无10分钟，中国军机就出现啦，嘛罕见改换民航局广播赶赶走。幻象2000战机发生摔海意外，第2架发生6分钟，强机就伫咧11点30分侵扰咱国的空域。不过这回是真罕见的，由民航局高雄机场台放送距离。在轨地北面约2.5里，高度9800尺的公民机，请您已进入高雄终端管制空域，请立刻左转脱离高雄终端管制区。规个过程和军事媒记录落来。台湾西南空域分析专家讲，这是开始记录国军放送距离了，第一遍出现民航局接手放送距离强机。不过有消息讲，是空军无用得咧所求，才甲互民航局接手。空军澄清讲，这台战机入侵咱航空识别区时阵，国军就有放送距离。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空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防部强调，有全程掌握强机的动态，无所谓的接触距离。民航局也讲，只要是有不明机入侵飞行情报区，按照 SOP 会放送提醒军航机注意。民航局飞行服务总台高雄机场台则是分别伫11点半加11点32分放送距离强机。国防部所发的即时军事动态指出，伫日时总共有13台强机侵扰台湾西南航空识别区。记者综合报道。乌克兰副总理费多罗夫有伫网络写批互花式，希望花式退出俄罗斯市场，加入抵制俄罗斯。花式公司昨昏嘛有做出回应。花式是声明内底是表示讲，花式是真关心乌克兰的遭遇，嘛有针对当地受影响的同事甲厝内人提供帮助，会继续关心战事的局势。花式有遵守各国规范，因为牵涉供应链、物流、银行，也有真侪因素，所以花式已经停止出货去俄罗斯啊。嘛有响应政府的募款，已经捐3000万的新台票帮助乌克兰。俄罗斯甲乌克兰小战，即马是哪拍哪讲好。俄罗斯的军方继续轰炸南部的港市马利坡甲第2大城哈尔科夫。俄罗斯是指控讲，乌克兰的军队嘛伫顿内刺客发射飞弹，造成20个人死亡。也不过乌克兰这边是否认。另外，马利坡的病院轰炸了后，当时伫病院内底有准备要生囝的妈妈，尾也是不幸过往。若报道来囡仔嘛白付出事。战争带来伤亡，连也未出世阿囝也被牺牲。马里波的妇幼病院证实，找到被轰炸时阵院内3位有心的训练人赶紧转移，1位妈妈甲8肚内囡仔不幸死亡。Поки її реанімували, проводили протишокові мероприємства, ми зробили кесаревий розтин, дістали дитину без ознак життя. Протягом більше півгодини реанімація дитини. 乌克兰讲，
160台巴士组成的车队已经离开被围困，并且一直被封在马里坡。运气好走出来民众讲，自战争以来心情真失望，因为俄军一直攻击，进前讲好要和平民对人道通道离开的计划也失败。马里坡这个社区的民众无法度走，听到战机飞过的声音，就赶紧走去避难所避，因讲拢无法度知影战争的资讯。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м, живем как вся власть свалила. Остались только какая-то полиция и военные, все. 会谈到即马也无重大进展，第4回合暂停，会伫15重新转到谈判桌。首都基辅市区有炸弹落来，造成死伤。第2大城哈尔科夫有面体被空袭摧毁。俄军10次指控乌克兰向顿涅茨克城导弹造成伤亡，乌克兰否认。Обстрел города произведен с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з района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 Получили тяжелые ранения и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медицинские учреждения. Применение такого оружия по городу, где нет никаких огневых позиций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то есть заведомо по мирному населению, является военным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м. 马里坡以北的战略要地沃尔诺瓦哈，自12号亲俄势力提起了，一直拢伫咧战斗，也差不多完全被摧毁。有一位亲俄的民兵讲，有真侪人死亡，因为集结所有力量对抗乌克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正方面的东半部有地渐雨，北部平地云会较高，山区有机会落地渐准雨。咱来看云图。气象局是表示，过到了后，热对流发展嘛较旺，中部的山区嘛有机会会落雨。若温度的方面，西半部今仔日日时高温是29度至32度，东半部是27度，也毋过暗时的低温差不多敢若17度至21度，日时暗时温差较大。另外要提醒乡亲，明仔载拜3到后日拜4，拢是好天，天气甲今日差不多，也毋过拜4暗会略略变天哦，因为锋面瓦近，拜5锋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云甲水汽拢会变较高，北部、东北部温度会下降。也毋过拜6礼拜就搁恢复好天的天气啊！若即几天西半部甲马祖、金门、高大蒙云较低，影响能见度，乡亲爱细致。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内底有一个是双北家庭群组感染传出来案例，另外阁有一个是20外岁带家人，伊伫台北的5分埔商圈上班，病毒量真悬，还阁咧找感染源。以往闹热的台北市5分埔商圈人真少，因为出现确诊者卡者。第2497带伫家人的20外岁女性，工作地点是伫5分埔，嘛做过1支 AZ 疫苗。13出现症状，经过快筛加 PCR 检测，阳性确诊，感染源也有待厘清。他要去就医，那回来就医之后，他觉得他的症状持续，所以他也非常有警觉性的，就买了快筛剂，自己快筛是阳性，然后到医院是确诊。另外，同款也是感染源不明的双北家庭群组，佮增加一人确诊。是即件群组妹妹的朋友，日益叔叔控例，个案带桃园，也毋过大致注意是确诊兄妹仔，也有一个小弟，虽然目前 PCR 是阴性，也毋过2岁伊捌出现症状，研判真可能是感染源头。弟弟呢，他检验的结果 PCR 是阴性，那不过呢 ，N 抗体也是阳性，看起来比较像是家里面，先有一个传染源，然后再往。这个他的阿姨家里面这样子传。本土疫情登去，也好做疫苗意愿降低，国内第3期疫苗注射率也无到5成，只有46.63%。但市场表示，那做第3期的速度无够紧，会影响中溪国际旅游的市场。行政院长苏贞昌14早起到台大病院做第3期，做无共牌高端疫苗。拜托大家都尽量的打疫苗，增加自己保护。也保护家人，也减轻社会负担。为了方便民众做疫苗，疾管署为即日起伫官网增加疫苗注射院所地图，甲各地做疫苗院所。民众若想要透过19支持疫苗预约平台以外管道做第1期疫苗，也是各县市需到随处注射地点，拢会当查询利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国际油价直直起，经济部有答应讲后个月4月份瓦税继续未起，但过根据了解，电费钱伫4月份的时会调悬，上悬会起3%。为着无要影响物价，敢若会针对用电用较凶的制造业为主，民生用电做小生意的店头拢未起价。来关心联合报，大属企业的总裁王文嫣昨昏雄雄宣布要辞掉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的职务，原因是工总的秘书长蔡连生无经过允准就大主大意，家己发布303转台大停电的新闻稿。工总的干事会是表示，离干事会拢毋望王文嫣会当继续带头。来关心中国时报，卫福部长陈时中是表示，疫情甲打国际旅游已经行到无开放袂用的这坎站啊，会阁观察1个月看卖，总共无大变化，边境会继续放零。入境的检疫的隔离会对10天继续阁减做7天，而且会对向7天、5天、3天这款方式豆豆啊放零。在关心桃园机场第2航厦，伫顶礼拜5暗熊熊跳电，是造成美食街行李的转盘拢无电，无通用受影响。调查即马发现讲，那亲像是人为的，有人挑故意去迫害，已经赶紧报警察处理。旅客行李用人搬到棚仔顶头放，报道的速度正慢，后壁排甲落长。桃园机场第2航厦11暗跳电，行李输送带条条的。虽然柴油发电机有启动，不过提防机无伫咧放，因排袂出去。大家就是发生火灾，现场规个乱糟糟。东西烧起来跳电了，叫我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后来烟就越来越大。停电过了3天，有初步的调查结果。机场人员伫咧做巡检的时阵，伫一个天棚内面发现油压件。电线也被破坏情形，无排除是被人破坏，已经向航警局报案。本局现场勘查第2航厦内部电缆已有被破坏痕迹，且现场遗留有工具。本局已针对现场遗留工具进行采证，并调阅相关监视录影画面。本局将尽速追查厘清是否人为蓄意破坏。因为前早无公开，警方无搁再加做说明。桃园机场本来就是讲是自变电站甲避完回路跳起才会停电，不过即马怀疑是有人挑工破坏，会尽全力配合调查。交通部长王国材也讲，这件桃机跳电甲地电的供电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桃园昨早桃园杨梅家乐福物流中心发生火灾，加载无人伤亡，不过乌烟是呛到半天悬，伫几啊公里外拢看现现。导火原因也在调查，导火乌烟是造成空气污染，环保局嘛讲会开罚单。厂房内底全是火，还有乌烟一直不出来。桃园市杨梅区梅西路的家乐福物流中心14早起工厂大火，厂房全部陷入火海。警消赶到现场来拍火，好在在现场无人掉伫内底，也无人受伤。现场面积非常大大概有15500多的平方公尺。那我们获报之后，陆续加派了许多的一个水车支援。目前现场的火势在9点多已经控制住。家乐福因为仓库大火，不止中山高速公路来往的车拢有看到，连伫数公里外的桃园大园拢能清楚看到乌烟。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已经疏散场内100外员工。另外，导火原因在不受损的状况，还佫调查。家乐福表示，目前门市营业甲线顶买物件出货拢无受影响。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大仓可以来支援，那同时我们也会开放厂商直接送货到店。那所以有关线上的这些购物呢，我们会改由店为直接出货。那我们相信这样子的供货无虞呢，可以确保消费者的权益。监测了现场的下风处的空气品质，总挥发性有机物大概只有0.13 ppm 左右，那是相当低的。整个大环境的一个空品监测是良好到普通等级。据空中协会画面员看到，长途白铁建筑已经落入去。环保局表示，业者因为管理无好，才会大火，后明显绿棕甲异味污染物散布在空气当中，以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告发业者会处罚新台币10万到500万。另外，也针对厂房4家沟仔做水质采样，检测结果是中性，也无重金属。记者综合报道。
啊，那昨昏伫新竹的新桃火力发电厂嘛夺火烧，加载人拢平安。因为这个电厂是民间的电厂，毋是台电的机组，所以民众的用电无受影响。不过，台北网甲南投礼拜暗拢有传出失电，民众是美甲。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失电的原因真多，不过台电的表现，甲别个国家国际相比起来，已经比别个国家也搁较好啊。乌烟一直冲出来，新竹县西民营的新桃火力发电厂10时早起，那就因为遐天然气发电机故障夺火，消防人员随去现场拍火，加载火势真紧就控制落来，无人员受困或者是受伤，影响差不多60万千瓦供电的能力。新桃电厂的发电量差不多占全台湾1.2%，主要供应北部的用电。现在导火发电机一台至少要1000万的美金，实际损失的情形还搁伫咧调查当中。台电讲已经启用备用的机组，估计尖峰的备转容量率会降到7.23%。不过日时有太阳光电，所以供电无问题。不过13暗时网甲甲南投错了时发生停电的情形。现在你讲啊，是毋是阿强啊拍来啊？讲这甲阿强啊无关系啦。嘿啦，这免紧张这啦。里长电话甲信息是接袂离，台北市网甲何德里13暗时9点向失电，里长赶紧通报台电来修理，发现是设备耽失，造成绝缘不良，致使保险丝扬断去，一直到暗时10点外电才来，影响差不多1000外户的居民。2/3失电，会使讲阮住伫遮住几10年，毋捌安尼啦。因为讲一句话，阮嘛无法度啦。里长表示，都烦恼停电的情形会真接发生，所以伊传手电发互家己一个人住的坐火人。现在南投13半暝11点，嘛因为设备故障失电，后面就是真不满。还有些电网韧性要加强，有些管理要在教育这一方面应该来再进一步检讨设备的这个维护老旧等等，那这个难免都会有。那我们跟很多国家比起来，其实台湾这样的故障的比例，其实在国际上表现其实是好的。经济部长王美花认为讲，甲各国来比，台电的表现算是好的，而且已经有改善。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就批评讲，最近停电已经发生伤侪届，台电都要系统性来做检讨。目前台北市至少有22件重大工程项限制用电，到底要安怎来解决，伊嘛是头壳摸咧烧。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7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1363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1万例，日本超过581万例，韩国是超过68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超过2300万例。在关心战争，这是俄罗斯直头向乌克兰的西部弹炸弹。伫乌克兰边仔国家波兰马拢会当听到爆炸声，是互人听落心惊胆吓。目前嘛有侪乌克兰的难民走对波兰去，这嘛互波兰的负担愈来愈沉重。波兰这个离乌克兰只敢若2公里的村，礼拜真侪民众去教堂做礼拜时阵，也个心情真不安，因为一早起就听到爆炸声。Obudził nas za 10:05 huk, tak jakby ktoś do drzwi chrymał. Mówię do męża, że ktoś stuka w nocy. On mówi, że wstał, mówi, coś ci się wydaje. Za chwilę drugi raz. Było 3 huki, mąż wstał. Mówi, a na niebie łuna jest. Koleżanka zaraz też, sąsiedzi się pobudzili, na balkon wyszli. 俄罗斯即天射了30几粒飞弹，摧毁乌克兰一个瓦波兰的军事基地。爆炸的声音正大声，互波兰边境的居民大家拢惊到，也互北约成员国家提高警觉。波兰唔仅是面临着军事威胁，自从俄罗斯顶个月24入侵乌克兰了，已经有超过250万的难民走离开乌克兰。波兰虽然是接纳，不过也有一寡歹人利用这个机会侵犯女性难民。有一位49岁波兰的男子，
就骗一位19岁乌克兰少女，讲有所在互伊带，要甲伊性侵，怎么已经互警方抓到，也有其他人讲差一点被骗。Maybe we are lucky because my friend, bad people, tried to took all her money on the station because they looked like people who want to help, but it wasn't there. Też w tej sytuacji pojawił się jakiś nikły procent handlarzy ludźmi, pedofili, różnych innych złoczyńców, więc one jako bezradne, zmęczone w sytuacji często skrajnego osłabienia są narażone. 有一寡岛内的妇女沿路拢一直紧张的，上尾到位的时阵就规个人挡袂牢，所以正需要心理上的支持。目前乌克兰已经有270万人逃走，其中150万人伫咧波兰。虽然波兰依然是对乌克兰难民拍开大门，不过波兰的总统讲，若是难民的人数增加到250万人，影响起来就无法度负担。希望其他的国家也会当斗相共。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来关心伊拉克北部库德族自治区艾比尔礼拜四互伊朗的飞弹攻击，造成2个人受伤。伊朗是表示讲，因的目的是要保护以色列，不过库德族是认为讲，这无以色列的设施，伊朗的目标是要拍美国的领事馆。爆炸带来强烈火光甲声音，互民众惊甲大声叫。伊拉克北部库德族自治区首府艾比尔。礼拜二透早突然互伊朗的导弹袭击，当地美国领事馆附近区域，包括兵家厝车辆，也有一间电视台，拢互炮火影响，有2个人不幸受伤。كهات هنا مزرعة كانت تنجر رمبة شجرة جورهات السارة كم راس قاعات زاو ما مكانها متقي。受伤名单无美国军官，伊朗革命卫队迄天就证实跨境攻击，不过讲目标是以色列的战略中心，目的是要保护伊军伫叙利亚境内杀害2名革命卫队成员。حوالی ساعت 1:20 بامداد امروز پاسداران 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 2 مرکز جاسوس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را در اربیل عراق موشکباران کرد。不过，库德族政府宣布，艾比尔无以色列的据点，伊朗发射的12粒导弹，瞄准的是当地美国领事馆。华府随后谴责伊朗启动伊朗甲西方国家进程真无简单出现进展的核协议谈判。顶礼拜因为俄罗斯要求，煞再度喊停，即马加上攻击事件，美伊2国情势恐惊再度升级。附近的印度甲巴基斯坦也有代志。印度伫当地时间初9误射1粒导弹，落伫巴基斯坦东部境内，虽然无人伤亡，也毋过巴国控诉印度机动飞机飞行甲民众安全已经提出强烈抗议。印度国防部是伫11表示，军方例行维护的时阵发生技术故障，才造成这件两公事件。公司新闻齐婉良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中高层官员进行会谈，警告中国唔通甲俄罗斯徛同边，因为美国官员是表示讲，美国有收到情报，中国愿意透过军事甲经济来援助俄罗斯去拍乌克兰。来看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军队破坏电线，害车路比核电厂阁停电。那俄罗斯即卖态度嘛真硬，呛讲退出俄罗斯市场的外国企业，资产拢要收做国家的。来看法国已经解除封锁，取消挂喙暗的限制，入去餐厅食饭嘛唔免阁摕预防下的注射证明。那越南嘛放零防疫措施，当地隔离的确诊者有挂喙暗嘛会当出门。来关心，该国内镜头来讲，转来国内为着要压制厝价直直起，咱政府阁要出动手，按算要修法，限制有售厝换厝的契约。业者若是挑故意差厝价，就会罚款，上悬会罚5000万。另外，行政院小补处甲各县市的地政局嘛继续调查，总共买卖厝的契约无老实，嘛会罚处罚。消保官甲台南地政局今日接待中心稽查，为了确保民众买厝权益，行政院消保处稽查全国50件有售厝买卖契约，发现有的将减收项目中的相关费用转予消费者，也有伫交厝保留款问题动卡手，将房地总价写做房屋总价，无合规定建案达到4成以上，将依法裁处。借由定型化契约条款的内容，然后
真的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购买预售屋之前，一定要审慎评估自己的财务负担能力，还有居住的一个需求，避免造成日后购屋的一个纠纷。900万民众透明排队，去年底台南认到这个建案因为还未开始未出现手绑条，引起争议。为了防止有心人士调故意炒作，除了中央严查，实际登录申请，去年7月上路了后，台南有16272件申报，不过地政局稽查所发现有342件违规，其中伫东区某大楼市场交易大约40多万，有收处实际每平刷超过60万，明显无合行情。车位的面积。它报错了，总面积错误的话，那你这个总价除以面积出来的单价就会异常的高。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发现之后呢，我们是不予揭露。好，那同时呢，我们会追究业者相关的责任。这个案最后认定是业者因为填表无细致登录错误，地政局已经建议中央对申请表格建立封贷机制。不过类似违规案件，今日台南都有900件，为了防止炒房，中央推动平均地权条例、甲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实施行政法，针对受要影响交易介绍、制造热销价商等不当炒作行为，相关当处5000万罚款，有价17确定。最主要我们就要针对这预售屋跟这些相关的。红单啊等等这些转让，那这些可能构成了他不是真正他是需要房屋的人，而是在炒作。我们是要阻止炒作。原本修正草案实施的炒房怪3年条款，因为引起争议来提掉，不过结果用真贵，组织力量也受到。草案也专门限制有收处甲新建成屋换约转售等，都希望透过严格稽查甲动法等措施，会当有效阻止有心人士的恶意炒作。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是中央银行要召开理监事会，外界都咧要讲可能会调关利息来控制不价起的压力。不过嘛有真侪民众认为讲调关利息贷款的压力会变大。目前这个物件是我们富都新非常标准的2房车，现在的价值大概在1750万左右。28.5平2房，伫新北市新庄富都新2年前1500万买有售厝，今年拄交厝无偌久，已经超过1700万。这2年厝价一直称悬，不少人买厝，共同会碰中暗过，央行传出拜四理监事会议要成立半笔到1笔，后不少有1000万贷款的民众接不消。我是只有还利息，没有还本金，要7、8千哦。我半码就好了啦，这样负担才不会那么重啊。每个月啊，大概4万多块吧。是真的话，大家会吃不消，薪水都没有涨。来算贷款利息，那1700万准备自备款2成340万，剩1360万。那30年贷款成熟进程利率差不多是1.325%，每个月本金加利息，一个月到45800块。那个成熟半笔0.125%，会提悬差不多是1.45%，每个月本利到差不多46860块，每年负担增加12710块，成熟笔0.25%，利率会有1.575%，每个月本利47900块，每年负担增加25200块。央行这样的一个升息虽然是半码或1码，但以它整体年度的一个负担来讲，确实也是会有个10000把块的压力存在。学者也预测3月未升利息，因为国内物价压力无亲像美国遐尼大，而且美国联准会也还未升利息。如果等美国公布了后，咱才会升利息。美国的通膨的情况是更严重，它的升息幅度超过2码，我们台湾跟进的这个脚步就会很快，非常有可能在上半年就会跟进。学者表示，升利息变数要看俄乌战事，若继续扩大，也可能提前。不过选择伫6月半笔到1笔几率是上大。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5，台中一中就发生音乐老师甲学生囡仔对唱伫上课时互相冤家相骂情形，嘛去互上课的学生翕落来，甲这影片放起伫网络顶头引起讨论。学校长是表示讲，会起冤家主要是因为学生报告的内容无伫老师指定的范围内。不过，这个音乐老师嘛愿意为家己失去控制的行为向学生回实例。学生甲老师吵袂煞，过程我互其他学生翕落来放伫网络，引起外界讨论。学校经过甲学生、老师沟通调查原因，学校表示，老师是因为学生伫报告的时阵直接读课文，一时之间才情绪失控。老师对于他自己的情绪控管
他也觉得非常的抱歉。他们认为他们觉得这个千王歌，他们觉得有兴趣，他们觉得这里面应该是可以让他们好好来收集资料来研究。学校经理代志经过表示，老师有明确要求学生针对其中一个部分做40分以内报告。不过老师先检查发现报告当中有关南北馆的内容不是事先规划内容，所以删掉无符合进度的部分。学生表示，对准备的报告被删除大部分感觉真委屈，只好读课文。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师生双方拢需要协助。师生之间彼此他应该要有一个相互的一种互相的尊重。那学生学习用3C，我是支持的。但是不能乱录影、乱 po 上网。伫学生无向学校反映，煞直接将影片放去网络。虽然台中市法制局表示，教室是公开场所，师生行为也是公开举动，容许学生无干涉妨害秘密。不过律师认为，老师伫课堂也是有权利做规范。课堂空间的管理者是老师。老师基于管理者的身份，因为录音足以影响老师的教学，影响到其他学生的上课，是可以要求学生停止录音。在这时候，学生如果拒绝，可能反而是学生会有违法侵权的情况。律师表示，老师的上课内容是受著作权法保护，录影进前爱摕到同意，而且空间管理者也有权利适当规范。学校会伫15开校事会议，做进一步的调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科技大学嘅智慧农业中心是举办士农教育嘅体验课程，带学生囡仔认捌可可啊，才会热带作物，嘛互因体验安怎做巧克力豆。屏东灵魂国小的学生囡仔来到可可啊树园，详细认捌观察可可啊的生态，也是这体验制作过程，了解到可可啊的籽是安怎变做因上爱食的巧克力豆。但是不会坏掉，就揉一揉，也会弹回来。了解到巧克力制作过程，可可豆它的成长过程，还有要怎么变成巧克力的过程要有哪些？屏东科技大学智慧农业中心即届举办士农教育体验活动，进行果子园的导览，带学生囡仔认捌可可啊等等的热带食物，了解规个对采收、发芽等等的过程。让小朋友们从这个可可树一直到采收果荚，然后怎么发酵，一直到可以做成巧克力，然后他们还可以就是自己定模带回家这样。我们宁远的一个食农教育，让小朋友对这个热带植物的栽培、科技的那个栽作的方式，有不同的体验哈。然后让小朋友对这个领域能更充实，这样子哈。透过这个士农教育的体验，学校希望和学生认捌在地特别的农产，也更加了解科技农业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民间有一个少年农民，叫做陈建中，伊头家去参加全国童仔片茶比赛，就吊顶摕到2个奖。伊是望讲，除了甲传统的做地工艺传承落去，伊嘛当地开发新的技术甲想法，行创新的路。种地做地美角济，真侪少年人拢无愿意学。南投有一位少年农民陈建中，去年头一届参加全国童片茶比赛，就摕到2个奖项。原来陈建中的爸爸是全国10大杰出农民新农奖的得主。陈建中大学毕业了后，就返来故乡做茶。这次得奖就是蛮意料之外，因为第一次参加东片就得了2个奖项哈，然后这次的奖项，然后对我是有很大的鼓励，因为会让我继续的钻研、继续的进步，让我继续推广以茶文化。然后除了学传统的做茶工艺，陈建中嘛望结合少年人的想法，研发出一寡有特殊香气的茶味，开发新的创意和销路。跟着爸爸一起学习他的传统的一些工艺的技术，然后让我用自己的想法继续钻研，然后继续用我自己的特色茶去推广民间乡的茶叶这样。民间茶的产量也是占全国最多的地方，所以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技术如果能够有办法传承下去，这个产业对年轻下一代它是有很好的帮助。真侪菜色甲果子经过少年人的创意，有新的品种，开发出新的销路。
民间向农会毋望利用辅导机制，请更较侪少年人回乡，互民间的地产业会当搁再请赢起来。记者综合报道。若有兴趣，物件就会做出成绩。亲像台南淡化有一个对代替退休的站长，用因兜家己的土地来做公园嘛种花，伊是种出50多种玫瑰花，而且种出兴趣愈种愈专业。即马阁有花店要来参与参详合作。放眼看去，拢是无共色彩的玫瑰，而且内瓜拢无像围，免费观赏。伫台南南华道一位自代替退休的站长，甲家己的地辟做公园，成功研究出50多种的玫瑰花，也吸引真侪游客来参观看水。咱这树玫瑰就是拢人在平原，咱呢我们眼光的视觉看过去还平行，因为你啊像个家家无共款，这树玫瑰的特色就是安尼，一支，安尼起来。一起起来，一帮开了很多朵。经过吕宗良不断研究，原本只是退休培养的兴趣，现在佫进一步甲玫瑰花接机，种伫咧树莓丛顶悬，互玫瑰枝的悬度甲开花的数量拢大大增加，甚至佫接到花店来参详合作。因为蔷薇它的那个特性伊就是讲比较野性，因为蔷薇伫迄种山坡地，它比较野性，它伊咧开金沙咧大，比较较好你看像这树玫瑰，这样就很漂亮。只要讲到玫瑰，就满腹的热情。吕宗良表示，伊种玫瑰本地就毋是要趁钱，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互偏乡的社区搁再热热起来，带动在地产业甲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去台北的五戏馆。这个所在即马有一个新的特点，当思念成瘾。世界馆内收藏4000多件配角戏，经50件摕出来展览。有的是真罕见的文物，带乡亲咱赶紧来看。戏台下的观众透过光影看布棚后壁的红仔演出，这是古早的配角戏。台北五戏馆甲大家较知影的传说，对观众内底讲出来展览。我们选择是一个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起源故事，像是汉武帝他思念李夫人，它就是一个皮影的起源传说。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思念的情感，去引发大家对于皮影的共鸣。五戏馆表示，馆总有4000多件对清代后期留落来用裂皮制作的红仔，特色是寸尺较细身，以古分明为主，嘴唇细顶顶，民众会当walk进来看，了解红仔的雕刻、纹路、历史，而且正面甲后壁两面拢看得到。其实在这次的展件，我们希望它透过一个两面性，观众他可以看到，原来皮影的正面它是长这个样子，来到背面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它又。原来演师他们在操作的时候，后面是长这个样子。这届展览分做4个区域，五戏馆精选约50件保存较完整的馆藏，互民众更较了解配角戏的起头样式、亲近这项强要失传的表演技术。展览会持续到10月底。记者陈阿伯李旭凯台北报道。对2020年开始的影视作品活动，台语有影加强有收录出影视作品。昨昏台语台有特别竞3出无共题材的电影，要伫电影院放送。3月19暗时9点，嘛邀请乡亲转到14台做伙看公视台语台来看电影。我来想清楚啦，咱家画这个是啥物哦？你又唔知影。金钟影帝440演少年警察，安怎伫咧理想甲工课现实掠到平衡？演老教警察的地位是真佩服伊的演技，真正佩服伊的演出，佮伊的迄敬业精神，伊会沉伫伊内底角色。其实我嘛共款啦，所以阮一小拄着演戏的时候，阮就会撞击啊。电影当中也写到了很多他们的行话，我想要的是设计一个很自然的。语言的状态的环境，让他们去演出自然的当下。除了唱声，也有翕妈妈甲查某囝面对坎坷运命、延续亲情的这番、迄番。妈，无你甲爸是安怎熟识？咱拍5天，有4天伫咧鼓山岛顶悬拍，有1天伫咧台湾宜兰遐拍。也有这出红某牵手一世人，安怎伫人生后半段表达爱的阿英罗曼史。伊有讲过，伊真正爱我，到底有我？
你失去一个东西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很多话要告诉他，很多遗憾。你如果愿意去面对，你才会真的放下。演戏演到点啊，一家之以上啊。刚才这处理后，我上欢喜，就是头到尾唔免背台词。今年真欢喜吼，这么少年的剧组，这其实是为咱这个台语台的储备人才，阮会继续落去。公司台语台2020年家己影视品牌台语有影的作品1400万定选6出作品，包括去年播出的3出电视电影，和3月19暗时9点开始要伫咧台语台播送的这3出戏剧短片，希望继续替台语影视产业增加更较侪能量。记者阿敏真正派文台北报道。再来再去看世界，咱来看纽西兰的导演康正平的作品《天山记》，搁一摆伫国际上摕到奖啊！伊一天内已经摕到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搁伫美国的洛杉矶摕到美国影评人大奖，摕到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啊，那即阵乌克兰当咧战争，乌克兰的人民受苦受难，所以台前幕后拢有大明星支持乌克兰。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影艺学院电影奖巴福塔13举行实体颁奖典礼，太空科幻片《山区》就为11项提过的技术性奖项。纽西兰导演郑康平的《天山记》以压制手法表达竞技的爱欲，得到最佳影片甲最佳导演2项大奖。郑康平加做英国影艺学院奖75年历史当中第3回女性最佳导演，按过无亲身来领奖，因为人伫美国西岸洛杉矶参加美国影评人大奖颁奖典礼，搁一摆以《天山记》摕最佳影片甲导演双料大奖。Thank you, Critics' Choice. And it's absolutely stunning to be here tonight amongst so many incredible women. And you know, Serena and Venus, you are such marvels. However, you do not play against the guys. Like I have to. 天山记当中表现精湛的男主角班奈迪克·康伯拜区，伊伫伦敦表态支持乌克兰，希望参加政府鼓励收容乌克兰难民的计划。We have to actually make great strides to continue to put pressure on our government over the refugee issue, which is happening. The wheels are turning. That do what we can to house refugees. I'm also doing what I can to do that, and also donate as much as we can. I proudly stand with my fellow Ukrainians. 颁奖台顶也出现真侪支持乌克兰的声音，影评人大奖得到终身成就奖的查甫明星比利·克里斯托也仰望乌克兰有欢乐一天。公司新闻是非常平息。镜头来去意大利，意大利的庞贝城因为欠维护、欠管理，加上气候反常、气候变迁这因素，所以造成这共要搁一摆灭城的危机。严格加在即马有科技斗相共，因为新的科技进步，互这座古城斗啊重生。差不多2000年前火灰山区台起的意大利庞贝古城，经过几多年的修复工作，慢慢伫咧恢复。为了要避免已经无啥用的墙搁倒去，就要换一寡高高的土墙来强化。Stiamo attuando degli interventi di consolidamento mediante delle iniezioni con delle matte esenti da sali. 欧盟自2012年开始，开差不多33亿台票，协助启动伟大庞贝城修复计划，让庞贝城恢复原本的面貌。Different professions, architects, archaeologists, engineers, restorators, and so forth. But also an immense financial investment. 因为气候变迁所引起的大雨加温度愈来愈悬，正威胁着庞贝城。验过敢若靠人工调查城内将近1万间的厝的马赛克地板加壁画，是毋是有受到气候因素影响而损害，是无啥可能。所以专家利用人工智慧加无人机所提供的即时影像加数据来做监测。若是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形，就让赶紧到现场修理。2021年，人工智慧加机器人就修理二战时阵被炸歹去的画家自家天幕的壁画。Per far avvertire ai futuri fruitori della casa gli effetti devastanti che Pompei subì nelle varie epoche. 伫咧修复工程进行的时阵，要真侪位置被挖出来。
比如讲澎湃社也捌有过快餐店，一个捌伫咧卖食的物件的所在，除了有外形敢若是现代自助餐台，还有壁画装饰以外，对碗盘内面剩的物件看，这应该是有捌卖鱼、螺梨、山羊肉。澎湃古社和后代数学家甲考古学家会当了解西元1世纪罗马人的生活情形。1997年，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做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拢吸引几落百万游客，是意大利上受欢迎的观光景点之一。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游客人数也变少。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日各地拢是侪风较好天。西半部伫日时的时高温有可能会升到32度，也个暗时的低温差不多敢若17度，日时暗时的温差真大。嘛要提醒乡亲，伫拜四暗会略略变天，拜五的时有锋面会通过，北部甲东北部会反寒嘛会落雨，也个拜六礼拜就搁恢复好天的天气啊。再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有30度；南部的温度上加是20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7度。外岛是15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